過來看台鐵有一個姓林的站務人員，23節區間車到彰化站落車了後，煞雄失控，摕月台無障礙棒一直咧喊車廂，驚到旅客。台鐵表示講，雖然蘇當時伊毋是咧上班，不過伊的行為嘛確實無妥當，除了甲調職上班以外，嘛造成損害部分的要求賠償。月台頂一個查甫人，一手抓起輪椅擁道棒，向停靠的區間車車廂一直講，次數達到3擺，佮發出真大聲音，引起看到民眾的反話。伊也是代替一名站務員，可能是有什麼就是需要上，所以可能需要拿那塊板子，但他看起來不像是要趕，就是趕旅客啊。這個事件發生在23，一名在台鐵彰化站工作的姓林站務員，23迄日早起坐一班318次區間車，在彰化站落車，不過伊落車了後，卻因為不明原因情緒失控，提起看度超過半個人身高的道棒，一直講列車車廂。迄當時月台頂有幾啊名乘客看到，攏互這款的情況驚一跳，也別引起驚嚇。你這樣推，其實會讓人家誤會說你是在趕人，而不是單純拿東西上去這樣，多多少少會有一些造成人家的不便的，會讓人家覺得不舒服。我們要了解一下他到底為什麼心情會突然，他是下車之後突然做這種動作，沒有傷到旅客，他只是衝撞車廂而已。這件事情我們會開專案考證會議給予證據權。如果有車子有損害的部分，也要求他來賠償。台鐵表示，這名站務員平常的工作都是在月台頂協助旅客提道棒是工作項目之一。雖然迄當時並不是執勤時間，不過行為確實不當，除了調離現職，佮通報警方偵辦已賠償案情，同時也移送考生委員會議處。那造成設備甲車廂損壞，會按規定向伊討賠。記者綜合報道。